八娘娘怕后说，弄得手最神的人啊，全部头皮痛。但是这个头皮痛啊，各有各痛，痛的方式方法不一样。有个叫清爽卫生痛，吃治咽汤痛；有个叫脊压痛，吃治排足痛；有个叫发财痛，吃治肾汤痛；还有两个朋友出来哦，吃治双脚面痛。今朝早上起来，你也没法吃，一吃就痛。醉了高浪向，大家样子在厨房不多，面孔嘴皮疙瘩瘩，拉叉子话，水风来头皮。哎呀哇！哎呀，哎呀哇！哎，你还是养儿子啊？我那个得啊！我男你们养起啥儿子呢？哈，你看呢，头皮痛。我个人没守得讲究卫生在。哎。介绍今朝早上吃几杯盐汤。哎呦！啊！哎呦哇！哎呀，非是说的这个，我早浪向抽排出呀，好痛的嘞。我晓得的。哪桩事体了哈？毛病出了搿搭地。啊！你俺看见喏。哎。搿边新开几座百货堂。看见过哎。老板许仙昨日夜里向贴子40张广告。哎。谁是最你头皮痛？叫复位灵丹妙药。咦，有搿种事体哈？马上出来了。谁是喂？里向两个先生都不痛。哪都不痛着？老弟呀。哎。那么我也晓得。啊。许仙店里向个药福灵。那。你去吃子、煎子、吃子也炒杀脱的。嘿嘿嘿。那么我也不还去买。为的啥呢？因为我上有老，下有小。嘿。当中还有个女督监。对个。你带还去买？那我还去买个叫？因为别人讲贴子广告总归有点三角嘛。咦？因为你是光棍一条线，他只有一高头。哦，你的良心害了还不哈？哎呀，哎呀吧！你有的这个痛没去上上呢？那么，要么我们来去试试看做吧。哎，平时吃下顿，阿子。快点。哦，晓得。那么没说法。过来嘛，动地巨台浪向一倒。那先生，冒牙。人不人谁吃了巨台里，谁了等生意？你给他只有一句生意：头皮痛药。看见个朋友吃了头皮，搿头皮痛。哎，你看呢？头皮痛的嘞。我从来分看见出牙锯子头皮来，一斤铜钿拿过来，100药，加把搿个朋友，外加一片老生姜。烦难烦，我说是个哦，林子过来嘛，老兄啊。老弟啊，也忙得来着。你快点转去煎。哦，搿么我先转去啊。煎子吃，嘿嘿，吃子灵个说话，当我来讲一声。哦，要晓得着哇。吃子不灵个说话，哪能？还当我来回答一声。吃子不灵，嘿，我死也已经死脱着，我哪当你回答呢？那个出来本是本个，那死他妈混灵性还多帮我个。哈，这边欣赏开心在，我先转去啊。快点。那么本到我里向，眼睛个白牙，锁骨里向一推。鸡子鸭汤，等你稍微拉一拉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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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，介绍好下去。哎，哈子下去么洗鸡子，上头好下去，下头擦个屁呀！一些些功夫，你带不通着呀，哪是一生气为着？摆出来嘛，来兄啊！老弟呀，哎，你哪分析呀？别吵上面的，我不会死的。啊。哎，我讲不来听啊！那这个许仙店里向个鸭蛋是得灵光的呢哈！啥天啊？我脑子转去煎子鸭汤吃，上头吃下去，下头擦个屁，马上不痛着呀！要洗夸夫这样要三姑这样洗的。嘿嘿，谁子你看我啊？现在一点才不痛着哇！真噶？嘿，我会再去买300了。你不是孩子吗？哎呀，隔壁乡邻在了那倒比痛呀！我要去买本多吃来。父母难说。哎，那屋里向周身3代在那都胃痛。那么你还去买呢？喂，我买老板。我再买300喂。介绍随便啥，有人大头。本来许仙店里向个药福灵要吃啥人，今朝搿个药三个3代，上头吃下去，下头擦个屁，马上发痛。侪拉头皮痛，望真子许仙节奏百户堂轰过来。楼浪向白娘娘早上起来，丁丁担心三户人店里生意安来，所以窗盖去脱，窗嘎脱，对下头一看，生意飞得来得太快，做啥么？
三姑娘两身上三女姑3万分吃。哎哟，这个马牙是，你到头皮上我挖脱个。关张三亲亲来了，说娘娘呐，你当我做桩事体，到厨房间杀40只鸡蛋，可当我全部剥脱，把2份酒盐，你努力放到剧台上向，让相公2个身上三女姑边做生意，鸡蛋再酒盐，实上嘴巴里边吃，水里向边做。小青青去杀鸡蛋，里向有5只双黄蛋。全部杀好，可剥好，忙成盘里向一起2盆酒盐，忙成前头剧台上一放。说相公，2位先生小二哥，那娘娘关照你多吃，不光个鸡蛋，边做生意，吃之难见。宁波人本来肚皮饿，加上后头来生意好到了里3层外3层，妖精做生意嘛肚皮饿忘记脱。现在看见亲家家送得来不光个鸡蛋，实上一盘得来，哎呦灵光！搿蒋先生，哎，李先生，搿上头老板娘好，但是我不光个鸡蛋吃，灵哦。搿么宁波人啊，40只鸡蛋得来，每人好吃10只，乃定心点。搿个朋友呢，随时自家急出户了，到盘里向寻出一只顶顶大个双黄蛋，还有那都像3人球队这个。那么那只双黄蛋稍微白白硬硬，你也辣水，牛抓的双黄蛋，再酒盐，8分8，2分2，忙成纸玻璃箱一堆。好的，真还好，看见奔过来个人，他是倒不是痛得嘞。这女的人啊，听清虚声，地里向个牙灵个，搿么啥我还去毛板吃个，非得搿搭行，看见一看莫哟，哦哟，里向搿搭了水谁不痛嘞喂？可是我不去里加进去的喂，一想还等我打个徐老板来，有点认得个。这个我今朝来开后门，你们我来猜猜进路吧。你得来得聪明啊！这女的，我弄个铜钿来，酒店板里向摆一摆哈，人翻进去着，刚开这个人袋忙从酒袋里向倒进去，关键都拿下来，再倒出来，实际一来嘛是啥来接关着了，是不是铜钿？酒店板里向一摆，嘿，2位先生，我也毛板呀！就说吃嘛吃，搿把铜钿洗吃忙成宁波人也骨头了。宁波人对陈大佬让杀伤的啪一来一哈，一想喊声哎呀！那么我刚吃牛抓的双黄蛋洗吃到喉咙里，拿了喉咙口啊！搿只双黄蛋拿喉咙全部都没脱。哎呦，李先生，你哪哈啊？哎呦，那没得个呀！阿来三姐哈，快点吃点水呢。哦哟，娘妈是咋把拿铜钿夺进来啊？哎呀，先生，对不起啊，哎，你托你弄把牙夺出来吧，哎。搿娘妈是侬倒不是我倒要先快。哎，对不起，哎。搿啥个名堂真正啊？你都说认得个，这个空中操作铜钿夺进来，给他进来，啪也夺出去，把娘娘脸上侪看好了。我今朝看得自家心里向蛮难过，为子三姑娘名誉生意也好，孩子苏追顺利，实上对人肚皮痛。你看弄堂里向，有2个老娘家非但自家肚皮痛，还要来出药回转去把屋里向三杯吃。我实上总归看了了不适宜，啥体帮忙，关照三亲戚来说娘娘也是啥事体？你店里向个牙膏比较多，你当我东拿点洛阳牙，东把点生姜，当我马上滚煎，等到煎退，把10只青边豆腐放到剧台了，别人家也来买牙，我买500，你叫他买400，啥体？搿个一碗牙免费送拨你吃，娘里当然拉给他吃子一碗，擦个屁肚皮不痛，实上再拎支牙回转去服侍屋里向人。那么小青青到屋里都不去忙的，多拿点洛阳牙，多把点生姜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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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牙锅里向煎滚，等到煎好，那么呢10只青边豆腐忙正剧台上向放下，
给他的事情过来，喂，先生，我买萝卜，搿侬只要买5包，不是要连我事情6个人肚皮痛。阿拉老板娘请客吃西单了，不要动的，免费。来，上一碗。还是该个热彤彤，随时肚皮痛呀？对个，搿么小条，那我痛得实在，你睡着了，平时吃糊的。拿只青皮豆腐，我自己想可一碗么搞，就说上头吃下去，下头不一个屁一擦，马上腹痛。哎呀，那是不得了！喂，给大老板娘请客吃西单个压铃个，上头吃下去，下头擦个屁，马上腹痛哎！搿点人侪辣排队等买肚皮痛呀，侪辣肚皮痛。给大老板娘请客吃西单免费非要同地，哦哟不得了！你要上去抢，伊也上去抢。10只青皮豆腐，一些开脱落差。小青青重新到里向再拿得来，关照大家当心水，不要划水。所以今朝个肚皮痛，各式各样痛，还有一种痛，你都万万想不了，叫手叉痛。那叫手叉痛。夫妻两高头结婚结子1年多，家主怀孕大肚皮，搿男人蛮黑，从来分做过牙的，我现在要升级做牙子。哎，等家主2、3年，日日早上睡起来服侍家先，今朝4只水铺鸡蛋吃脱，叫啥？家主上上头里风来肚皮，痛得半死。哎哟，一样你自在。家主吧？哎呦，我男的，还是一样男子啊？你不是讲我你快点去想想办法呢？晓得在，家主你别急，我来打你请老娘。嚯个男人气节要做牙子呀！奔到龙堂里向喊罗老娘，把到罗老娘搭一看要西瓜。罗老娘58岁，青来子肚皮还拉肚皮痛，还拉老洋儿子。耶！把到七老娘搭看看，七老娘63岁，就说风拉肚皮还拉肚皮痛。要西瓜你都18、8年纪还要养儿子，还是现在政策放宽养二胎，你都侪辣高进养。根本你告诉哪弄法5百人帮忙，我也不懂。就等下高头让后趟趟天奔到周区上龙堂去躲走自己走。哎，切！龙堂里过来个人，那个别兄养过2个儿子，看见个别的，老弟啊，啥天你偷偷走自己走？好阿哥我别去龙东，你这个地心妇，肚皮痛要养儿子，我去请罗老娘、崔老娘，就说你都侪老养儿子。那么个别兄晓得，你特激动噻！我10年了，你到屋里向吃夜饭，我地心妇。搿只肚皮嘛，顶到5、6个号头，包到现在讲早餐也不可能。你手错，搿么哪非打你讲错？老弟啊，还是你个妹子要养儿子，对个要阿哥啊，我觉得嘞，别讲，讲说难听，那前头雨水周围龙堂里周区上第10家门面，新开这座百货堂，老板心绪明显，商业欢文，爆发的，你鱼呀呀叫欧太阳。那快点，车子也回转去，再把你到家猪吃。你到家猪吃子马上一头落地，你一点点不会痛苦。阿哥真的，你不相信去看看，大家侪辣辣忙，搿是搿得不得了，快点，你还是搿进去，一直麻烦上，觉得，嚯，哪是个小伙子有劲，立上去，力道皮不痛，人堆里向搿进去。拉虚岁巨蛋上马子摆呀，以最快速度回到屋里向，风炉里向躲进去追呀。哎呀，那个，你快点呢！我实在痛得了，吃不消这呀。哎呀，我不晓得个高子500办法，你不能光我个呀。哪来？我去请罗老娘、崔老娘，你都当你一样侪老养儿子呀。啊？哎，那么那现在吃着，碰上个阿哥，哎，你讲虚岁店里向叫欧太阳，那，滚着，那吃子下去。阿头落地，难不痛苦那，
哦，这个要吃下去最不眼子。来吃吧。还想弄得来吧？哎哎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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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喝光。他做起么是头洗几个，上头喝下去，下头擦个屁，谁知不通子呀？哎哟，你家，那我还在。真的还在？不通子喂。是头灵个哇？哎，你得灵感。告诉啊，那么养出来，俺男了女啊？这个男了女家，我上头吃下去嘛，下头擦这个屁，谁知不通子呀？还在呀？啥么子？还是你打出嘎子大头皮，你自分呀擦个屁人，收手子啊？也西瓜在那个事情的那口娘，倒不是为倒不来还为本家的呀？也西瓜，手戳他，所以这个叫手戳痛。所以今朝一位是有一档唱片被一唱，头皮痛唱片，谁拉头皮痛？所以这档唱片还叫头皮痛。东啊拉到头皮痛，西啊拉到头皮痛。你还唱得动？咦，头皮痛唱不动。东路西不通嘛，城里人啊通。男男女女，拉拉撒撒嘛，谁拉都头皮痛。三家都叮叮痛，王永昌都得在在痛。今朝苏州城里人啊头皮痛，是痛。不过王永昌地里向人叮叮痛。我昨日关在八娘娘压力法门怕伤裂的。王永昌今朝吃子豆腐浆痛，4个先生吃子潘竹痛。阿西烤鱼痛，那烤鱼痛，今朝王永昌想出花样。阿西呀，听说西中是我豆腐浆卖力，带油娃去买我豆腐浆来哈哈。有马手，阿西到西中有我豆腐浆，等到龙虾到窗门人门洞下头看看，但是蛮勇的，想得嘞，哎，让侬先来哈特两口吧。不错呢，哈哈哈！想给宋大里向王永昌一口，这个写出来刚才推下我豆腐浆，那看得出，因为豆腐浆浓啊，你阿西哈子两口个嘴巴边上一圈细细把，我随着讲你刚才推出我豆腐浆。这个写出来门开金的，逞强势力。哦有啊，拿几辰光烤鱼，要拿个财政烤他，我要血理出来。阿西呀，那个小句青头皮活生，有啊难。我一直跟你讲，豆腐浆里要包糖，要包糖。你拿今朝当我包个盐，吃上去害得了。有啊。那刚才上上买地哇，呵，小出了，推出豆腐浆。哦，那个老子门口真该把你说出来个，说出来。我不跟你讲，吃豆腐浆也有大补，有话经常吃不要紧，你难得推吃要划上，要肚皮痛。你要说得出，侬喝两口豆腐浆哪会得痛？嘿嘿，你不相信？谁也痛，那么随便拿不要紧，不为。哎呦哇！哎呦我来着，啥天末日？那个牙齿多个呀，本来不痛，把那自家一搞，哎呦哇！哎呦哇，痛的了！是，哎呀，考虑了，痛死那个小区。你看见老板还拉拉哈子，你非要追我，有哇！你还要痛快在，有话有大步，真吃不会痛。你谁也痛快在，我王永昌三看一下，小肚皮里向，嗖来来，哦哟，阿西，那
有话哈啦啦头皮痛，那是有大部分会痛高，痛死那个老子，个些那个出来弄个抓会得过。哎呀，不对，哎呀，今朝有话打那哈子两块豆腐浆会得头皮痛，你刚才出去，买豆腐浆俺听见啥个消息？有话，我要把你提起到想啥子？我刚才去买豆腐浆，听见别人家几个老娘家老讲，说昨日夜里向上床泡温浴，你宿醉，谁也里头问西瓜子。有话，哎呀，带你去买海两口棺材吧。昨天真正三西瓜，那么大家抢棺材，我带你棺材也不困嘛，哎呀，活到今日，现那个出来也没出得个美丽，是个。你快点当我带过南湖的二先生的去，李小姐灵通人，你去问问情况。那么晓得在，还是请来头皮，穿过殿堂，带过南湖的二先生熟悉。二先生，哎，阿是啊，哎，二先生，啊，还是上床泡温个里头温泉谁也洗光着。带过店里向的二先生，正在山浪向起来了。吃子两碗排粥，还能让头皮痛。现在呢，一看阿是来着，本来呢，剧台浪向包还有压力，但想吃得个。为地上么高师傅在浪向出去一样，大厅子一圈么，刚个这种办学堂，许是个店里向个羊毛转来了，头皮痛吃子马上喊个。那么毛子转来高师傅先吃，吃子得来得个灵药已经喊着，自家我牙汤了，抱了剧台浪向烂烂，上前么里泡汤个。现在一看阿是么。阿是啊，哎，你先生，你别戳啥个眉头呢？那好啦，啥个山西光不会个？那么哪是俺痛个？哎呀，今在山浪向我起来吃这碗排粥，还能让头皮痛个？真个？那么你个高师傅得喊个？哎，我得端子一圈了，加上那个羊毛转来这个碗，里先吃子里已经喊着。好，哎，说句不会是个放心么子啊？真个？哎，这个药灵得不得了个？那么俺晓得这个药啥地方买个家？哎呀，你到那到现在还不晓得了？啊？这个药么喏，这种办学堂续谁续来被店里向去买得来个呀？那非还是许祥工业关门在？啥个关门了？你去看看啊！现在人家举台讲退，真个？哎，那么你先生，哎，给我热彤彤个啥么子家？也就是这个药药，包来烂烂，我们来泡汤给。这个就是头皮痛呀？哎，我等他些吃下去啊，吃下去马上就不痛在。哎，你泡汤噶？就是不？我心想我单不泡汤。哦，但是也不让你泡汤给。写出来告诉讲，我趁个二先生不注意，拿我牙当枪过来，搞！啥地帮我呢？不在。那么也是我也痛死在。上头吃下去，下头擦个屁，阿西马上发痛，哈哒哒哒哒，抽打张望给，有话。呀，那个写出来呢，一些些发痛，一个人嘛哈哈在哈，不像那话事体做得都有得痛，写那个剧演。哪桩事体？好有话这个都，你结果带二先生，他去二先生酒店上有我牙，哎，谁是头皮痛呀？你泡汤，侬说侬不泡汤，趁你不注意，侬抢过来，搞，上头吃下去，下头擦个屁，马上不痛。也是一块三姑娘写的，啥地方嘛？许祥宫店里，不是也关门，也隔台子。那么王永昌来的。我毛把许仙才是买来追星之药，那个药是俺领的。那么我打四个先生为了头皮痛，阿西呀，快点，那给他的同里有话，他来准备好，你当我到许祥宫剧台浪向去吃药，回转来听200吉他，牙锅里煎，让你吃。晓得，那么阿西拿脑子同里人这么快点，给写出来，李王师带不同。你到老板4个先生了痛，你同地人子身边大玻璃一扛在那窗门城里浪向，看样眼对圈子，各自一血不来着，再爱地不灵在，要紧到许仙剧台浪向去买药。哎，一看喜鹊，兄弟先你过来了，兄弟啊！阿哥，你哪来这家？啊，这个对你有话头皮痛，快站我带你到老板打来买头皮痛药呀！阿是这个王永昌还拉头皮痛啊？哎呀，痛得也死快。你买药？哎，你慢慢叫。那我也进去问几个老板个。哎，
因为恁多个王永昌来，但这个许来呗，你想，不大恶心嘞。我话晓得。不咋可毛本多不？你快点呀！我们来等一下啊。晓得。先就可眼睛本带里向，把头许谁，上下上上下头，王永昌地里向谁能拉到笔筒，来马牙牙也马不离。许谁想啥么子啊？阿说地里向还能拉到笔筒啊？搿么说先就看啊啥个？你啊拿出来200呀，送本多，反送到同地。但是闲话呢，大家都讲清爽。本来呢，搿个100虽然买你一个铜钿，现在来翻铜钿者，全部送本多，还有什么？哎，晓得。那么您在外头拿出来200呀？阿哥，兄弟啊，那你这个10来百嘛，跑的是里都不给啊？本来呢100呀，谁要买你一个铜钿的嘞？你一个铜钿。那么现在讲发送到铜钿咋？啊，翻铜钿。哎，这个200呀，全部送本多呢。真的？哎，那你都10来百，你哪弄法？那谁包了那一堆里吧？哎，你当心点啊，兄弟啊！哎，既然翻铜钿，你都也多了让再拨侬2百。啊，咁你那也考虑个了。你再拨侬2百就。还没，都拨你200。哎，还走吧。小姐，来，再出去吧。这位啊！哦。阿西一大路出来那么灵光，今朝个雨我靠住。兄弟都帮我200，许相公把你200、200呀，你一个铜钿100，分文不起。3月份考察雨的，今朝大来了，那么阿西呀，你200呀，你一个铜钿100，就我铜钿随随便当，你办法够。但窗门城门洞我的拿地下一推，拿铜钿地上一放，拿出100呀当中1把，拿你一个铜钿当中一放，再拿100呀当中1把，再收你一个铜钿当中一放，弄到第12把，哎呦，忘记他再重新来吧，那还重新来个。王永昌打4个先生，痛得我骨头上后才指出来，那个写出来哈。你到许县店里买药也是俺的辰光，没办法改，实在生意还搞不过呀，我这样鬼是讲补进去的。哎，你去买药嘛，许县呢还，阿先生晓得来着。好，侬直接进去，许相公辣举台上，侬说许相公，小姐呢，你有话关照我来买豆皮东药。你哪说？就说许相公面孔一白，才对我讲不买。让你多个老板去捅杀王永昌个烂子，你怎样讲？哎哇，那么我也想个呀，那死特子侬也不懂讲个呀，那么呢，侬完全可能就许相公，你看子侬面浪不是看那面浪，那你把牙，你个铜钿100，多来铜钿，我才放了该打那东西的眼光，我考虑，写出来来再考虑他。王永昌家急的半死，痛得了实在不睡着了。关在阿西听200呀，都来牙沟里向去，不落嘴。阿西一看上头要搞3江，呀推子下去，水缸边上弄3江，后手来盯2只牙沟里看，别了不落，比例不对，牙洞3江3，再去拿2块，重新回到水缸边上，眼哈拉大。不晓得不是2块3江，2袋干个麦丝，油不隆洞里当3江芒针里向，他一刀扑了，一是洛阳药，一是3江，一是麦丝米的。王永昌吃分吃嘛，人先家务要混的，4位先生。哎呦，老板，不吃不来，啥个米袋叫哈？哎呦，我今年4个。我大队吃不？出来大队，牙拿起来搞，吃下去。他4个先生每人擦个屁，马上发痛。哎呦，眼特，我打弄不动。我马把这一句侪是话呀，要么上场怕温月海也不能吃，背要话呀吃，以毒攻毒。哎呦，那么我贴子3句虚心。我再晓得碰上搿场温月，我不拿话呀马把里，我要拿海呀马把里。但是现在天天里不要紧，温月起码3日天，今朝第1日，阿西呀，有话，你店里向还有买来追星老西地价税，你来这规则我清清爽马把许相公，那个小句，倘若有话水里向有个种样，我现在非买你一个铜钿，叫他买10几个铜钿，忙正许些活龙开，啪一戳生意拉过来。
有话那个意思也想还要比我呀，那么那觉得大脑商量，沙龙的晓得，那兔子阿西兔子王爸爸，写出了规则4个身上挑4代名贵压力，多了应该比了，发得了。靠下面个烤面书上头一踩，再浪向腰屋里向个书往正上头别，带过233打马桶，233那张马桶水踩了药袋浪吧，3日天，眉来悲催，叫阿西打听，还有人肚皮痛，有话洗手去一干巴，王永昌敲脱牙齿肚皮里向伊。这个朋友西也害人，我也害人。今朝许仙1日天肚皮痛，生意做得个动地，系统里向满了，嚓啦，踩了啥地方？小青青弄材料踩了课堂间，但头后材料里不认账，才是动地。搿人不人靠我得了，啪往动地里向一贴。爷，你身上难少气哈？跟我寻就死了里向。你别正走了动地眼地方出来噻。许先生这样的动地，我要补3日账。关在2身上3年滚都辛苦学习，自家不能真正上来。啊，官神，娘子，你请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想今日的众生呀，随后。告知我来了上头不晓得问我生意呢哈。你混不老的，娘子。说问今日的生涯，哈哈。今日生涯大事体，我美丽呀范围与妻。把红灯谁是神人下，神人称我许不息。我现在所在人地下把人搞发害我许老板，害我许不息。所罪之父有他要送我4个字，无动在世。我真是为名利伤心。娘子，这种生涯是好的，但是被人明日又要归地了。哈，娘娘一天没眼得了呀！有些个人得弄不动作的，生意不喊你要归地，现在个生意怎样喊？你介绍也要归地这样。官神，为了好事，我说出来自家开我难为人。开头洛阳药高配3江毛你1个洞，后手来生意实在好，洛阳药500了，人不人关着，说老板这样，随便烧个药8配3江毛你1个洞，所以到后手来2根棺材杆高配3江毛你1个洞，2张白布衣高配3江毛你1个洞，天地牛王仓库8眼日，也全部出清爽，好品如佛。怎样开的？哦哟，我当啥个事体了？这个人你们晓得讲的？也500只，至少你也归地子。官神，我与要么，你可去今后的呀？娘子，你被人收这么一手，被人到哪家行中今后何去？官神呐！娘子，被人私意不到苏大人的中今后。哎呀，这个人啊，搿来你放心孩子，为的啥么？你丈夫去今后，你也经不那个种未来追星啊？你定心噶。以前辰光王永昌，我的想法是他肚皮痛嘛。我听说你半夜送子不知道，吃子下去马上睡哈。那么呢，心想肯定还要顾及呢。该做这个人，你再也去增压，肯定也经不那哈个呀。所以你定心么在？你是开吃炸的把鳞片，
住于大理，听你的，那被人神就到苏大人静候而去。孤身啊，凄美。啥天？那。高主比我想得最大，生意合法忙起两先生先有，关照我上里的同地，娘子，对其发心，许仙不如李称赞，他是称赞么娘子大得意，被人送给他们虽是了。是。娘娘的老三啊，街上风波了，总算过去子。那么那些个人啊，你现在光外头的名声还背着走来着，接下来你家店里向的生意了，总归一天也比一天好。那么我当年三夫妻两家头，还可是恩恩爱爱过一家。但是娘娘的那周年头，我毕竟是一条傻啊，当年费尽人等来的，下来辰光长了，而且我晓得个三个人啊。那个人样样实实在在哈，就是那个疑心病可重，耳朵根为我。这样的辰光一长，那边摆到外头，无意当中把这个种干生干的，搿里头才看得出个样。反得了那面浪向讲点闲话，你对我厌弃疑心，可是你个夫妻也做不上个哇。所以该桩事体了，我得要关照关照。孤人呐，娘子。求孤人，生得须来望，因为那出家人，我欲吃寒心的。娘子。我龙福东来到深大风貌女夫相过，恰是为何？你可记些啊！我家父亲，他乃是真娘过世的，闭关忠贞，就是杀人，不是的啊！想当初，他乃是被野生野的用野法害死的呀！哦，那么清爽。高主反打深大往来，随时我个来上人把妖生妖的用妖法弄杀，娘子对其放心，被人送进狱后，与那深大永不忘来。那是对了。那么许仙来讲闲话算数，嘿嘿，马上亲骨头4月14，个人些旁对马三的是无为计说。